大家好，我係你嘅健身教練 Coach Son Sir。我想請大家做一個小測試，試下垂直舉高手，前提係唔可以聳肩，確保手完全垂直向天。點啊？係咪有啲難啊？其實好多人咧都唔可以輕鬆咁樣做到呢一點嘅。呢個背後隱藏咗肌肉繃緊、肩關節複雜性以及外旋能力不足嘅問題。等我哋一齊深入了解下，其實垂直舉手需要肩關節嘅完整活動度。呢度涉及多組嘅肌肉協調，包括三角肌、肝下肌、小圓肌以及肩胛骨周圍嘅肌肉。如果呢啲肌肉過緊又或者冇力，就會限制咗你嘅活動範圍，從而你會借腰力代償去完成舉手嘅動作，無意中造成下腰背嘅酸痛。例如好多人做啞鈴推舉嘅時候，會不自覺咁樣向前推，而唔係直接向上推，因為佢哋嘅胸大肌同埋前三角肌過緊，而外旋肌群例如肝下肌、小圓肌冇力，導致肩關節無法外旋完成完整嘅動作。外旋能力對肩關節嘅健康同埋功能性至關重要。當你缺乏外旋能力嘅時候，不僅會影響舉手嘅動作，還可能導致肩關節疼痛或者受傷。我曾經有2個學生經常打羽毛球，每次打完咧都呱呱叫，話膊頭好痛，就係因為肩膊無法外旋，壓力集中喺肩關節嘅前側，長期落嚟咧引發肌腱炎或者肩胛擠症候群。另外緊繃嘅胸大肌同埋前三角肌，亦都會令到你嘅姿勢變做圓肩，進一步限制你肩關節嘅活動度，形成惡性循環。咁點樣改善呢個問題呢？呢度有幾個簡單嘅練習。第一個，肩關節外旋拉伸，我哋可以使用彈力帶又或者輕嘅啞鈴進行肩關節外旋嘅練習，強化肝下肌同埋小圓肌。第二個，胸大肌嘅拉伸，我哋可以靠牆或者使用門框進行胸大肌嘅靜態拉伸，放鬆過緊嘅肌肉。第三就係肩胛骨嘅穩定訓練，練習肩胛骨嘅後收同埋下壓，增強肩胛骨周圍肌肉嘅穩定性。呢啲練習可以幫助你改善肩關節嘅靈活度，令你喺做啞鈴推舉嘅時候，能夠更輕鬆咁樣完成垂直推舉。如果你都發現舉手嘅時候有困難，不妨試下以上嘅練習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唔好忘記按讚、分享並訂閱我嘅頻道，獲取更多實用嘅健身同埋訓練技巧。下次見。